了，快爷，快！大爷，快！大姐没听到吗？快！看什么？快！快，拿钱！放手！放手！快过去！跑！抢劫！准抢劫的！滚！刘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划伤。带你包扎一下。走。廖老师，你怎么会来？我刚好路过，看到你在里面打工，所以我就进来看看。喂，你爸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怎么还这么晚出来打工啊？不安全啊！我宁可出来打工，也不想花他的钱。你说谁啊？你爸？他不配做一个父亲。如果我原谅他，就对不起我妈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找时间跟你父亲聊聊，好不好？那不如今天走。这位是廖老师，他就是。你好。你好，来，坐坐。我先回房间了。哎，这孩子，来，坐快，坐坐。廖老师来，坐，好坐。太笨了！漂移剑往这边。我操，撞了！突然一下抽了一下，气死我了！别给我凶！不用说。昨天我跟你爸谈的事情听到了吧？听到了。可我不关心他这些年在外边究竟做了什么，发生了什么。他现在有没有钱，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会把人逼得身不由己。身为家人，你应该学会体谅。10年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你应该也很想他。虽然我知道你母亲的死跟他有一部分原因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应该为活着人考虑一下。你的奶奶花甲之年，他儿子好不容易回来，可是他的孙子却不能接受他。你想想你奶奶多伤心。我也不想让奶奶伤心，可我就是忍不住恨她。我恨她这些年不在我们身边，我恨她让我妈。答应我，试着跟你父亲去接触一下。我知道这虽然很难，不用着急，慢慢来，给大家一个机会，好吧？我试试吧。球！元哥，这都过去好几天了，这叶小白还没什么反应。这种结果你也敢跟我汇报？我别解释，没反应说明你们做的还不够。给我继续砸，再办不好，你就给我站着。不看就不，哎，说一下啊，现在呢学校好不容易进入正轨啊，接下来事情呢就要靠你们大家努力。老师，我们最近没有偷懒，大家都很用功。就是啊，我都好久没打游戏了。廖老师，我觉得你是时候该带我们好好的玩一玩了。哦，李征同学，别人说用功呢，我是相信的，可是你嘛，看啊。哎，
真的，你不信你问纯纯。纯纯，哎呦喂，叫的这么亲。胡策，你被玩坏了啊！廖老师啊，我证明李玉忠最近真的有在用功的读书，就是效果不明显。廖老师，马上就要小长假了，要不咱们组织个记者活动吧？那咱们干嘛去？那必须是先吃顿大餐啊！你是猪啊？就是没点创意。哎，我说，要不泡温泉怎么样？温泉已经泡过了。哎，有了，咱们去打彩蛋吧。可以，这个好，这个可以啊，就这么定了。没有啊，你又来？不是，我不是来骚扰你们的。周末有没有安排？哟，要约我们呢？叔叔，我们不约。必须约。明天早晨在我家楼下集合，我们去打彩蛋。我不去，不感兴趣。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学生们都去啊。那要是所有的学生都去的话呢？老师是应该多去点的，为的是学生们的安全。没错，为了学生们的安全，所以必须得多去一点老师。莫老师啊，来的正好，来，那个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，莫老师当然也得去了，是吧？莫老师，我们去打彩蛋。哦，为了学生们和冰云的安全，我是肯定得去的。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啊。明天早上7点59我来接你。明天早上7点半我在楼下等你。明天早晨7点29我在楼下等你。今天晚上我睡你们楼下。我住他隔壁呀。我有车哎。哎，你搞车展啊模特的，大长腿的。廖老师，你迟到了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以前都是你罚我们，今天没问题，你们定。廖老师，要不今天所有的消费，老师很穷的啊。再说了，我只迟到了短短的5分钟啊，5分钟啊！哎呀，廖老师，我们逗你的啦。还是兰洛最好，小兰洛最好，坐你的车啊。